咁啊，近期啦睇到一啲馬來西亞嘅新聞啦，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喺國外旅遊咧，成日都會唔受歡迎啊。其實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中國人首先人數嘅基數比較多啊，呢個係好關鍵。基數太大，你做好嘅嘢其實永遠咧係唔會有人記住嘅。但係你做少少唔好嘅嘢咧，哇！全世界嗰個記憶咧都乒鈴棒啦，啲新聞發到不停係咁爆，即係好似近期啦，馬來西亞有一個小姐姐去嗰度啊，得罪咗當地嘅海關，扯甩人哋啲頭巾啦，甚至乎有少少肢體衝突啦，俾人舐咗。當然啦，呢個一定係有失國體嘅，我認為係。我試過喺海關啦，有一個阿叔啦去胡志明市可能工作嘅，即係大家你知啦，胡志明市排隊排1個鐘，哇！佢喺中間咧喺嗰個蛇餅位咧捐完又捐，捐完又捐，好急好急。即係我哋中國人係慣咗快，係接受唔到慢，但係你出到去亦都要接受人哋嗰個社會嗰個體系做嘅嗰件事咯。因為你出咗國門，你代表嘅唔係你自己個人，你係代表我哋自己嘅國家。